發生致命車禍嘅地點深圳羅湖口岸汽車站，大批嘅死者家屬帶同祭品到場路祭，神情哀傷。有家屬跪地痛哭，情緒激動。部分嘅家屬要人扶住。喺車禍當中，有3名港人不幸身亡。曾小姐嘅父母到內地探親，回程嘅時候遇到意外。佢引述佢嘅媽媽話，當時佢嘅爸爸被大巴壓住，冇人肯幫手。其實佢哋由事件發生開始已經係開始幫唔到我哋㗎啦，即係佢連最基本點樣，我哋係想揾個電話求救，我媽咪都冇人幫到佢，揾公安又唔幫佢，車站嘅人又唔幫佢。公安交警任何即係內地有冇？佢哋而家就話查緊咯，盡快會俾個答覆我哋咯。死者家屬同巴士公司就責任同賠償問題談判咗5個鐘頭，其中一名死者嘅家屬願意接受賠償。家屬今日嘅情緒比較平復咗㗎啦，已經咁就所以佢哋唔係話太過不滿，不過只不過係即係個金額嗰度會有少少嘅即係有一個叫做。大家協調，暫時未協調到住。事發喺星期二，一架由廣州開往深圳嘅長途巴士喺汽車站落客之後，突然衝前撞向人群，導致5人死亡，包括3名港人。咁而家屬亦都希望可以盡快將遺體運送返香港。而本港入境處嘅職員表示會盡力協助死者嘅家屬。需時咧，我哋都要視乎公安啦嘅交警啦，佢哋幾時出到嗰個死亡證。咁同埋咧一啲防腐嘅資料啊，同埋揾翻香港嘅啲手續咧要辦嘅。咁我哋亦都同家屬佢哋交代咗，咁樣佢個手續要點做，我哋亦都係會盡量去配合。佢又話會繼續同內地有關嘅部門了解意外嘅經過。內地嘅報章大篇幅報導呢宗嘅車禍，並質疑巴士司機失誤以及車站管理不善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袁俊豪喺深圳報導。